伫咧新店有一间土地公庙，连续9档拢会伫咧5日节招进工做伙来包肉粽哦。今年拢总是包7000粒，其中有1000粒是捐予弱势团体。虽然讲这几年捐不了的见效直直起，也毋过庙方讲因做公益的爱心无求水。准备香菇猪肉肉粽的手无停过，另外一边的职工是咧倒吹肉粽，为着赶伫咧中昼进前，甲7000粒肉粽完成，大家自前一暗就开始准备材料。猪肉啦哈，那个萝卜、豆干，还有花生，我们都包在里边，然后弄好了，香菇放在上面，就跟它这样绑起来。这样整个这样开起来就看到香菇，这样就很漂亮。新店这间土地公庙连续9档，招职工做伙来庙埕包肉粽。今年准备的量有7000粒，其中的1000粒肉粽要送予弱势团体。一个粽子就要大概60-70吧，所以我们号召志工，今天一大早就来包，现场包快要7000多颗的粽子，要准备一些给弱势团体他们来享用。过节的气氛。庙方指出，这几年肉粽的原料直直起，尤其是猪肉加香菇，价小起差不多1/3。猪肉起差不多1/3，一斤差不多160-170块咯，有无吼？啊，香菇嘛是起价，去年平均价吼，一粒拢差不多咧32块至33块啦。啊，今年爱40多块。但是庙方爱心无求水，只要民众有需要，拢会当来领6粒肉粽，互大家拢会当感受5月节的气氛。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。